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姑刘浩明。台湾的客家话可以讲是南腔北调，大地方分成我哋嘅四海太平洋五种腔调，其中我哋嘅周安客用嘅人最少，第二人嘛最少。今年我哋嘅客家委員會佢努力喺度保存我哋嘅周安嘅客家話，當地嘅人把佢用心去推廣當地嘅周安嘅客家文化。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係雲林地方嘅旅行團員，應該按照周安阿叔嘅李宗義先生嚟現場，我哋馬上嚟歡迎我哋呢周安阿叔嚟現場。主持人很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周安阿叔啊，我係講周安強。嘿，即係頭先我哋一開始有講吼，我哋阿叔按照周安阿叔吼，伊係名係點樣來啊？也真新鮮吼，因為我3年前退休嘅時吼，我一個行台灣行日年，簽研究卡人，尤其係我周安卡，所以呢，真多人嫌我周安阿叔啊，吼，我較多細樣吼，周安阿叔啊，你們就變成愛名。嗰時因為周安嘅阿叔其實一方面係尊敬，嚇，唔知係係啲長輩，嚇，我哋啲人細細個睇一些；一方面其實咪係對阿叔安尼行全台灣省去請我哋啲周安客的一種努力的一種精神的一種，算是講我哋佩服的一種想法，嚇。可是我想問一下阿叔，當初我想講退休以後，我想去台灣省去請我哋啲周安客，當初我有安尼想法冇？有，我係從本來嘅想法去講吼，就慶祝我一家退休嘛吼，退休係真難得。所以吼，我本來就一個咧，朋友就解講，唔使去行台灣啊吼，行台灣行日年，唔使收拾因台灣一家嘅土地，去簽因卡印。所以我是感覺講，安真是唔是？所以我是決定吼，豆行，我冇行走近嘅。一年行一條，一年行一條，簽出卡印，簽出就一家錢印，我一家這邊翕困，所以人真是唔是3個月一條，我行2000年吼，感覺真好爽。因為而家吼，其實幾多年啦吼，我希望講，我哋有閒嘅時候，然後我哋努力老行台灣，吼，行到行台灣唔管係去腳踏車啦，吼，摩托斯車啦，摩托運動員要行路嘅，咁像阿叔唔同當講，花差唔多30年嘅時間去撈我哋咧台灣，然後以前台灣各地嘅周安客，咁咱哋撈係30年以後。唔知佢有乜嘅心得，冇得講要發現乜嘅東西，係咪同我哋啲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對，你真心實啦嗬。因為行台灣行日年嗬，我講啲講，其實卡印嗬喺台灣嗬，馬尾能搖啦嗬，搖見我用周安卡嗬，並唔係講緊那啲婚姻免搖嘅，啲咧全省嗬，家界面試嗬，攏是真多我用周安卡印，特別講嗬。那像我講，我去到宜蘭面吼，拄出一屆上酒嘅吼，佢已經84歲啊吼，佢也佫要講，我用周安強、周安卡，吼，佢用住佢較袂曉講，又較做歌講啦吼，別句講一定要講卡，佢出本嘅好容易啊，佢若唔講卡，武漢人都唔敢佢講書，所以真心是，佢袂曉講卡，講就手髒，所以我就發現講，喺咧宜蘭，或者桃面，或者皮尾，嘛一個是周安卡，所以宜蘭嚟講，我印象頭前。我哋第講其實我哋台灣有啲個演示啊，有啲可能入面好容易個多，嗰陣我哋認為講，嗰地方演示可能都真係好容易個多啊，嗰陣可能冇乜行業。唔單止冇乜行業，我哋周安客可能夠少。譬如講，頭到阿叔又講到個宜蘭，因為宜蘭吼，當初我哋咧烏沙啲開墾嘅時間，伊其實除咗帶種族人、漢族人，伊話帶一些嘅行業去到我哋咧宜蘭咧開墾。但是而家慢慢咧，我哋咧行業大部分都喺宜蘭咧下半段，譬如講我哋咧嘅雙連埤，我哋三片項目，都我哋咧鹽山嘅地方。咁將頭都要講到講，我哋嘅按羅話乜講周安客嘅客家人嗬，唔係嘅阿叔唔係聽得簽到嘢呀？我喺宜蘭嗬，係簽出啲富，亦冇曉講周安強。其實宜蘭嗬，真多能講批番腔頭嘅啦嗬，包括講四面腔嘅，四面啊、海陸啦，海陸腔嘅嗬，周安強嘅真少。
所以我发现出讲，你袂晓讲石湾腔真特别。过来，我去我咧巷路的时，我拢无让墓啊吼，那是坟墓。让看讲吼，叶只米的墓啊，迄写不改吼，啊，甲迄不大粒米来嘛，在宜兰吼，酒道的墓啊，亲拢迄是写石湾还是造诣吼，所以表示讲宜兰是酒道石湾腔的卡音来咧宜兰。其实阿宋咱那个做法吼，这几专业呢，因为吼一般人啊，几时会看坟墓。係講人哋冇冇，但是因為吼，我怎麼講幾專業嘛？因為人家講嗰種熱門語係咪行業，其實可能伊哋幾蠻唔啲嘅本地係行業。嗰時如果同講，我哋唔係行業，但是問題係伊哋自家會錄下嘅母體，好上面嗰度寫走案，好冇得走醫。如果哋講，伊本地都行業，只係講後來一推以後，唔曉得講客話嘅。嗰時你有安尼方法意思，你真係幾專業。當初我想到講，我以前看一片嘅母體裡邊有安尼嘅本地嘅行業咯，我想有我安尼做法咯，想我看人家嘅墳墓，迄乜嘢搞呢？還是講你即個想講可能有安尼嘅關係。我咧行路침頭仔我嘛唔知啦吼，只係講침頭仔能和朋友修改講，你比是用卡音哦，我要甲伊修改，過來我嘛要問。我無問柑仔店的調價，講你這邊你比是卡音，係唔係石灣卡？那甲款的柑仔店的調價，佢對地方攏少收書的，過來我哪行，我養出網啊，網啊攏是寫個，佢對你比來嘛，所以我發現講尋網啊吼，唔天吼係真好的方法，所以我感覺講在行路慢慢行啊，係真親切的說啦。幾神奇都講，應該去旅行吼，去看山水啦吼。我哋阿叔去旅行去看人嘅風水，但是看出風水啊，吼，冇看出一種人係對內來嘅。咁除了從我哋嘅語來以外咯，我哋其他人士，咪譬如講我哋講台南好嘅，台南有石灣腔。有，台南就嗰款嘅。張家古厝吼，江家 Q 舞啦吼，那佢特別行特別甲這邊是洋車吼，哇，甲這邊佢是寫講係卡語，嗰係石灣語，我感覺真新鮮，我就那個深出一邊講石灣卡，唔過吼真可惜是甲這邊嘅人已經唔曉講卡，佢哋講佢人嘅祖先係代石灣來，佢人係石灣卡語。不過佢都唔係有講卡，所以也嘛係一個真特別的蔬菜啦。係啊，變成講唔本來，這個是可能去旅行噶啦，吼，但是冇想到講，有邊個人本來就幾有名嘅一個講價嘅古物，吼，但是冇想到可以喺度做牌，發現也係石灣腔，吼，佢真的是一個幾大嘅發現咧，吼，因為我哋幾時都常常講，人家講我哋以前嘅總統阿扁總統嘛係石灣腔，嗰時也係本地嘅客人。嗰時其實可能見緊人，因為講伊唔可以講客話，也好容易。但是我哋過去看伊自家嘅做牌，都發現伊本地都去行人啊，喺石灣去行人啊。咁像咱嘅華山作業，我哋全台繞一轉，唔知個有乜嘅心得冇？我感覺講吼，咱因石灣人，我較早能當做講，你能講咱因石灣卡係傲氣吼，有點輕視我們的意思。較早我咪能較唔敢講，老妹因就成立卡委會了後吼，甲我因哋款嘅卡講做石灣卡吼，因為因對石灣來嘛吼，所以我因就感覺講，真係新鮮，因為我因係卡，我係石灣卡，我你嘛按行台灣行一年了後吼，我感覺講吼，台灣就叫做卡音，尤其係石灣卡，雖然我因講嘅卡加。甲一般誒甲款誒卡吼，較無強壯吼，就個人聽較冇，所以我講較免可能聽就吼，即講我感覺講，石灣卡喺台灣，酒道邊能有誒，我感覺真很光榮，即講吼，我做石灣卡嘅真好，所以行台灣呢邊嚟，我感覺講，我酒道嘅情人能喺台灣馬邊能有誒。係啊，因為吼，我們從我哋以前吼，我因為講。我哋因為好多人，我哋因為講我哋講國語嘅，我哋講客家語嗰種人過少，然後講嘅人嘛過少，
我感觉到，叫喺外面都咁講客家，但是近間我發現講，其實個客人冇少呢，唔單止講人頭都講個四海太平啊、西安啊、海陸啊，其實講這項客嘅嘛，其實人嘛幾多啊。嗰種我哋家用我哋經營我哋屏東啊，嚇最有名嘅一個口號啦，嚇一個口號都講，我屏東我驕傲，嚇我屏東我驕傲。今年個客家語言從頭我講，我哋一講一句話哦，我客人。我驕傲，係啊！我所以啲客人就幫佢驕傲，因為我哋從頭講客話，因為係啲幾古老、嚇傳統幾舊嘅啲語言啊。咁從人頭講我哋台灣嘅酒案啊，嚇，而這個本地係咪有乜個幾特別嘅一種傳統嘅文化？因為我哋酒案強嚇，係卡甲批款強甲冇去用嘛，嚇。我是點去參加個款嘅世界嘅懇親大會吼，就真多對世界國家來吼，而非個款像個印尼來吼，我無曉講啱因嘅卡吼，酒坑用嘅吼，飲酒坑用嘅啦，唔係講敢若台灣講是酒安卡，我相信咧全世界吼，嘛是酒道嘅卡人吼，我感覺講哇，其實因卡人吼。那麼保持因嘅書，尤其喺七個外國，如果8萬年，如果200萬年，唔過要不要講因嘅卡書也是真特別吼。在咧聯絡嘅時，我嘛感覺講也係酒好。我酒卡特別嘅是在台灣吼，我因兩家好容易大做鋪，所以吼酒道生活嘅習慣吼，兩家好容易差不多坑款佢喺度，加因批款卡較冇坑咗就按卡挑太嘅特色啦嚇，挑太嘅特色是冇乜個特別嘅蔬菜啦嚇，略好笑，不過寫嘅物件係小可較冇坑款，而雖然冇坑款嚇，就舉例來講吼，我因學食菜頭啊、菜條吼，菜條落個絲吼，醬落個雞湯啦吼，煮湯啦吼，那這個是很特別，當時是家戶土貨做那麼做一些啦，雖然喺度大陸來嘅酒安客，但是我哋台灣嘅酒安客已經發展出無窮樣嘅台灣客家文化。休息下哦，等下我哋阿叔為嗰度講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咧酒安阿叔同你講，要花3整日去全台灣去請我哋咧酒安客。像阿叔，我想請人同我哋觀眾朋友再同我哋紹介一下講，我哋咧酒安嘅客家文化，而係咪有乜個特別嘅地方啊？我面酒安卡吼是三寶啦嚇，因為講三寶，你不計三寶咧，第二次布袋戲，布袋戲，布袋戲，你講講布袋戲，較早吼。也是中戲的哈，初本在台流，因為布袋戲喺在台流過了，到去台灣，它變成布袋戲，其因為我能用布袋裝哈，嗰款嘅木偶能用布袋裝，所以喺台灣就變做布袋戲。布袋戲哈，伫咧咱因酒安哈，寫咧議論之家兩杯蔬菜哈，酒道甲布袋戲串，所以布袋戲變做咱酒安嘅第一步哈。以前我哋灣西後路聽到西里切坎，其實都感覺到哇，西里應該係好多人吧？結果後來發現，以前我哋咧酒安客咧嗬，然後後來就發現啊，原來其實係布袋戲，其實全部話可能係客家團咧。嗰時唔同我哋阿叔講我哋咧原年嘅布袋戲幾有名，我都想到冇唔錯，我哋灣西都看到布袋戲，其實我哋覺得係好多人。所以講嗬，第一次布袋戲，嗰個第二次咧頭啦。主持人講嘅吼，西里切坎吼，西里切坎其實係講上了我因酒安卡嘅上了嘅故事啦吼。因為用主講吼，酒安卡因武術真厲害，較早吼落台灣攏無上打來打去啦，卡因甲卡因上打，卡因甲河洛因上打，上打較早冇槍嘛，冇甲砰砰，所以攏學科武術啦。所以第二步伫咧酒安，咱就發大咧培養，學咱嘅武
术真厉害，所以天保持咱伊个武术，搁来第三届是开济赛，就已经讲开球赛啦，开口试，较早咱能讲开济赛，特别的实在是这要打开，这要急，了甲配款赛跳毛坑款的素材，了跳特别的。嗰时变成讲，那个时间我哋嘅庙会时啦，我哋咧武术同埋咧开口试，变成如我哋庙会时节最好嘅一啲，让讲最好看嘅一啲因为那个朋友有武术的基础，好多有石诶，弄石头同我哋咧打拳头，都变成我哋庙会地方最常看到嘅一啲轻点冇一啲发通地方，你话你有嘅东西嗰像我哋嘅东西话，其实我认为讲我哋话有 T C 部呢。要改 T C 部，做完的 T C 部都能做完下，因为就是都同我哋咧阿叔头都讲，因为虽然讲我哋做完下对体育来，但是因为当初嘅发展嘅环境，台湾嘅做完下其实同体育做完下已经有一些冇同样嘅，都头都唔同我讲嘅讲，同好多人嘅强啊，有一些個強，嗰種其實我因為我哋做完嘅 T C 下，攏我哋做完下，嗰種係咪似阿叔同我哋教一下講，做完下我哋安樣講啊？我都講我哋用衝的嚟嘛可以好冇？唔使用衝，我衝一條較深實嘅個，搭台嘅天陽夢也古書係間係較早啲日本人哋管台灣嘅時代因啲少年人幾個衝埔頂掉咧海南島去做兵，佫真上幾個衝埔，所以其實條歌我衝條歌搭台嘅天陽夢煩惱衝埔去海南島。希望天公來保護，保富貴，身體強健，唔驚颱風甲颱霧。保富貴，安心過日，無下世尊愛袂久。向天公保護衝埔，平安前來台灣島。嗰時節伊啲婆娘我哋講妻子啦婆娘其實也要欣賞去海南島做兵。嗰時講唔知咁唔好擔心啦反正一路行冇有颱風冇有颱霧，路卡生意呢，太少路用也會照顧。真係是一個幾感通人嘅一條歌誒。咁安尼啦幾條歌我怕學唔會啦好容易咯。按主持人好兩句啦。煩惱衝埔去海南島，煩惱衝埔海南島，唔錯我人係喺私人強，一句話用台灣客用講的來用啊。煩惱衝埔去海南島，煩惱衝埔海南島，然後聽一句，希望天公來保護，希望天公來保護，然後希望天公來保護，煩惱衝埔海南島，然後希望天公來保護就嗰種也音調同我哋咧西安路真係都無多相同我哋會講煩惱衝埔海南島希望天公來保護，我們都音調都跌下來，但是你哋音調都慢慢地慢太少，嗰種因為台灣咧做完下喺我哋 T C 部所以我是參加其他嘅世界卡數總會，包括台灣土改變四兩就我是無含四面卡啦、海陸卡啦，還是飛款卡南州府幾兩代就按卡感覺真特別，因為真少人聽出我因就按強，所以就按強變成我若甲幾咧做府嘅，佢哋講你講幾句，哎呀，就是佢特別嘛，糖久嘅其實都糖嘅事，因為用嘅東西可能用嘅法還是同樣，但是音調冇同樣，跳小可冇同樣啦。佢相同到我哋阿叔要同人講到講，其實我哋客家委員會最近也見人都嗰種我哋好努力嚟保護我哋咧台灣咧做案文化下咧台灣咧做案客，咁從我哋其他隱私地背後我哋旅遊我哋咧客家文化館，咁做案嘅片咯，做案有乜嘅客家文化館嚟提供冇？你問全世界一件叫做招安客家文化館，真特別嘅素材是講。台灣就唔是外建嘅客家文化館嘛
但是敢若石湾客家文化馆，迄用石湾的个名都不好的吼，是讲你个馆先能针对石湾客，因为石湾客如果真常伊袂晓讲啊吼，所以真特别。伊居然就讲吼，早安课是台湾的樱花勾吻龟，啊，是就是快要快要很少人讲了。我们现在只差不多剩8000外个人吼，专家的统计吼，差不多剩8000外个人袂晓讲石湾腔，所以真特别真少啊。所以咱因伫个石湾客家文化馆吼，是去针对咱因西里议论主甲两辈吼，了三味吼，啊，就咧讲石湾客，所以来推广咱因的石湾客家的文化。可是，头拄我阿叔有同人讲咯，其实我哋咧烟丝地杯啊，一般我哋咧客家文化馆，好唔会特别讲啊，係西安客家文化馆，冇到海料客家文化馆，但是偏偏我哋咧石湾客家文化馆，係把名啊按在前面去。如果你讲石湾因为客家话实在贵珍贵，好，一方面讲嘢嘛贵少，一方面我其实一路你发现讲，从安尼客家话其实係贵史它去保存下来嘛，贵史有啲保留下来嘅。咁仲有即係我哋客家文化館啊，而即個睇園林嘅那一地方啊。對，你個石灣客家文化館係啲崙背吼，雲林面嘅崙背鄉吼，我帶嘛帶咧崙背啊，因為崙背你們睇講石灣客挑導人嘅蔬菜啦，天意導嘅蔬菜係啲議論做，啊西里佢已經都冇曉講，真可惜，真久以前只能望人冇曉講啊，崙背因為客人挑導，所以呢，客家文化館就起咧崙背鄉。咁我想問一下阿叔吼，你即個本地安會講話安會講我哋咧石灣客，係咪你即個萬世爸爸媽媽全部冇到富圈嘅人，全部都講客家？我較做西族嘅時吼，我伊會唔曉講客，不過吼佢袂曉聽。啊，我因母話會伫咧講吼，能講客。啊，落面吼，我講莫開吼，死開了後吼，啊，即一條原因入咯兩輩，啊，中國佢土司啦吼，嘛唔係土界能講客，只不講俄羅斯，啊嘛講國語吼，啊所以吼，去客就變做，等我因種下，我因個這邊開始一條原因來，去講客是愈來愈台灣了後吼，愈來較常伊講，因為條原因冇咧講客啊，石灣客吼真特別是，你若能人一定冇曉講客，我是攏冇講，所以咧是卡數無漸漸冇開始原因是咧掠，啊你慢慢是較切講。因為吼，我哋常常去園林嘅時啦吼，或者我發覺去園林都洗腦嘅跳遊啦吼，其實我發現講唔錯呢。其實吼跳遊係一種遊戲嘅東西，我哋喺把推廣講，喺把去園林吼，把有啲模型嘅東西按到石灣客。他講你一條一路去我哋輪背啦，吼，二郎啦，吼，無論我哋咧嘅洗腦啦，吼，去看看啦，去睇看看啦，無聽我客家話，咁從我哋常常會去園林嘅話。我哋咧阿叔，你係旅遊達人咧，你係咪同我哋介紹過？譬如講我哋去園林，我哋去崙背啦，吼，即個故鄉，我哋可以去哪聊啊？係崙背吼，喺那度雲林面聊啦，吼，我感覺講雲林面係一個種田吼，種田啦，種母啦，吼，還是種菜真多嘅蔬菜，所以喺那度嚟這邊係咪就發到感受出講吼？因客人也是講吼，崙背人吼真親切，真好字嘅代替hen，迄咪講開敢若按去了一下呢，迄無使甲幾人做副食日啊盤，吼，甲幾人去面去做西，迄無感覺講哇，啲東客人吼真親切，代hen酒好誒，本唔愛見付，啊嘛代hen真有禮，所以迄58%，係。嗰時我哋講。風土人情啊，吼，風土如果我哋風景幾好，但是頭先阿叔講嘅係我哋人幾好，我哋咧崙背人幾親切，錯。嗰個戲嗰邊其實如果享受嗰種鄉下人情，嗰種親切感，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種風景嘅吼。頭先我哋阿叔講咧，係同我哋講嘅園林嘅好山好水好人情。下一段節目，我哋阿叔同你介紹我哋園林嘅一日遊，還有兩日遊哦。休息一下，等下馬上過來哦。
翻过来复起来的上一段节目，我哋咧做阿叔同人讲，做完咧伊个背景。想问一下阿叔吼，嗰种我哋更加去园林的话，我哋应当去年，有乜个推荐的路线冇？哦，好，你啊真好的问题啦哈。现在讲到宋人员哈，去了解俺因石湾卡的文化哈，迄要使深其实客家文化馆嘛哈，客家文化馆，迄要使了解讲吼，石湾腔、石湾人到底的文化係乜解？伫咧石湾客家文化馆，迄要使去发现啦哈。過來，迄去客家文化馆咧，迄要使南北啊，嗰是家界蔬菜好爽哈。比如講千橋菇哈，千橋菇牛肉丸，日間店哈，嗰是酒道哈，是牛肉，因為南北真多真多嫩牛嘛哈。過來南北啊，嗰是錦鯉魚哈，啲貴價迄要使釀出真多牛，釀出真多的真正的得個這邊，再得個這邊食盤啦，做一個啉咖啡啦，去泡下茶啊，真新鮮啊！過來，也個是一個優質生活館要使個做煮的蔬菜洗煮粉個料，粉個熟兩個真好的蔬菜啦。仍然迄要使啲兩杯蔬菜要使料若是料量人迄要使個有議論煮，議論煮是酒道嘅關係，藏心望母啦三合院古老的三合院這個這邊真多，咪使釀出講石灣客人去的公墓去公祠那個家廟你咪使講個這邊釀出真多真正的家廟是講藏心望母過來咪使釀一件農夫的腳那個真係名在咧議論鄉過來迄個特別洗禮是崇元堂廖氏家廟廖這個廖延子公就是姓廖的，他們的最始祖的那一個是2級的那個歷史古蹟起了金滿獎迄要使講個釀客家人的家廟啦過來迄個洗禮街要使釀東市場東市場講個新米圈，講個這邊按照量嘢落個料，個人嘢落個料，攏要使得個這邊安排好勢，釀出石灣無同款的文化，在這邊攏要使釀出。聽阿叔安尼講反正幾快勢啦，因為我即間喺投入作品啦，可是我咪咪都講我哋以西路你買投入如何，然後你發現個地方冇好搞嘅，那你講以後你發現個其實我料喺安度地方冇看到。譬如講，講個輪杯二人厝，還有我哋咧這番西路，有安多個古物，安多我哋做完客家文化，其實作品是完全唔同。你那地講去西路冇睇，又買到好濟喎。因為分裡面算較中下啦，迄若講到蔬茶區，甲這邊料較做較茉莉片，因為一個蔬茶區，蔬茶區迄唔係佢哋邊料，因為較做咱較茉莉根燒過講，甲這邊就不該好料，就不該好料，其實迄們啊，食個要使蔬茶是炒鍋貼，你們炒鍋貼嘛真利片啦講個炒公茶，去佢甲這邊料，嘛一個方法啦。嗰種阿叔嘅意思是講，而家嘅古料啦，無當我哋嘅地方，如已經可以視察過去嘅。佢方便的一種交通便利的啦吼，嗰種觀眾朋友即係啲嚇，喺不去園林嘛吼，冇能去西路，從安尼買啲跳搖過去嘅。其實我哋西路啦，我哋輪背啦，係其他地方，為用我哋走岸客幾多文化嘅一種素材，一定愛去留看看啦。咁今日學我哋今日講安度，我是幾想問阿叔一啲問題嚟講，你即係退休嘅你，唔弄好好睇到卡。昆天師啦、廖亮啦，你做乜會想到花很多時間來推廣客家嘅，走岸客家嘅文化？因為華山當然以全台灣以前走岸客家人，你即係你有乜個成就感嘛？你有得到乜個東西冇？因為我這個我那學真多料啦佢媽咪料嘅師傅那註冊唔要講卡人不甲講一條卡書特別感覺講安真親切啦嘛不變做更較好嘅朋友所以我感覺講，後面我參加個世界卡書總會世界客書總會，我是去外國參加嗰啲卡人大概族譜講卡書，就發現講
哦啊，全世界吼，真多囡仔还搁咧讲卡吼，啊，所以咱感觉讲吼，咱感觉安真新鲜，啊，是感觉讲安新鲜，所以咱是无去参加。啊，披萨搁对外讲的招安卡吼，要真好奇吼，要感觉讲，真是介强吼，真少吼，毋是听过，真多囡仔毋是听过，啊，所以哪讲哪恶讲，啊，掠一边就讲真特别的蔬菜，啊，嘛感觉安真好，所以其实哪来哪恶讲啊。其实客家人係一個特別的一種人講族群啊，吼，因為有啲人，譬如講講台灣人，無論有啲人講係廣東人，而喺講喺啲地方係挺難。但是客家人唔係，唔可能喺廣東來嘅、台灣來嘅，無論馬來西亞來嘅，但是佢哋講嘅話係乜嘢啊？客家話，而呢個人講嘅話強樣，我哋都冇分係哪來嘅。可是客家人其實係一個用法式。呢啲統合嘅一種族群，嗰啲我哋夢想，我哋可能喺台灣嘅客家人是個少嚇，包括中國啦、台灣啦，其實全世界客家人總共有2-3億人。嗰啲其實雙方嚟，其實講客話嘅客家人，其實真係冇得少呢。而且唔可以講，因為講喺馬來西亞啦、廣東啦、福建啦，其實我哋講嘅全部係客話。全部講嗰度嘅客話，咁從人哋喺推廣客話過程裏邊啊，要遇到乜個困難嘅事情冇？你們挑困難嘅事情，其實你們少年人都唔講嚇。少年人，我你們咧教，我哋就按卡嚇，啲幼稚園嚇，啊寫字嚇就唔了寫，我唔曉講英語，唔曉講英語，啊講卡嚇。就都都唔會哈，所以講幾個阿母還是阿姨哈，能幾個家外啦哈，能希望寫字不好英語，卡數冇要緊，所以呢啲我感覺講你們挑困難的蔬菜哈，包括啲外國買，我唔係能做出嚟個問題，我現在不要講華語啊，中文哈，不要講卡來唔容易講變做一個弱勢的族群，兩個人剛感覺講，你們挑困難的蔬菜。咁你即係看到更加安尼情形咯，譬如講我哋咧太陽沙啦，吼，前日本身人哋學外國話，吼，唔講係日本話啦，無論講美國話啦，吼，但是都唔希望即個聲音嚟講客話。佢像安尼情形嘅話，唔知佢有想過講，怎樣去改進無？如果我哋政府單位可以用去聽數一件事情。我感覺講吼，我理解，我哋問啲高雄師範大學咧推個款嘅客家文化啦，研究所啦，我理解當初吼，為吼在美國待40萬年，你們建了，不我退休啊，建了，剛剛做當初吼，你們建了美容，不能用英語咧教卡數，用卡數嚟教英語 ，speak English 講英語啊，佢用卡數嚟教英語，我感覺講係真新鮮，我嘛想講吼，頭落好用卡嚟教英語，我唔做，我到底該通好，我感覺講安尼真鮮，我唔使學英語，嘛唔使學做卡數啦，我感覺講下面學習會用呢款方式吼，可能是效果會較好。阿叔我嚟講真係鬼衝咧，因為啊吼，我哋其實我哋每做乜嘢講學爸爸媽媽希望細人嚟講外國話，譬如講英語啦，吼，無論講人講日本話，係希望講我哋咧細人嚟海拔，可能因為我講也要聽嘢外國話，可能工作嗰好淺，無論講亦可以學到無樣嘅東西，但是我哋嘛可以講我哋用客家話嚟教伊哋用講英語啊，講日本話啊，安尼話細人嚟可能兩件事情你會談到嘅。所以以前我嘛有做過一件事情嚟講，因為我哋嗰時就喺鄉下有教天羅，天羅嗰種以上嘅學名，細人嘛好，大人嘛好，我哋用客話嚟教天羅。就變成講唔係所謂天羅版咩，咁以前我談嘅時候嗌客話。可是有個方法同他阿叔講嘅強調，其實安尼嘛係錯嘅。比如講，我哋而家客家委員會從來講嘅我哋沉浸式嘅教學、沉浸式教學，而家意思都講我哋喺教書嘅過程裏邊，全部用客家話。嗰種我哋教嘅東西，嗰種喺細人嘅有心思嘅，譬如講我哋教細人用教天羅，用去教講日本話，可能
我睇時的嗰度年輕人，學日本話，冇錯，唔來學日本話，但是我哋用客話嚟教，亦真係一個好嘅方法。安尼話伊對伊如果自自然然，伊如果談到客家話，但是要學到以上我學嘅東西。所以你愛感覺講吼，你一概部分啦，你們用英語我那小可背，唔就背吼，感覺講吼，你們用呢款嘅吼。比賽講吼，日、晚、二、土，吼，將阿間吼，嗰個教寫字咧好真緊，寫字咧好真緊。我講一千吼，教寫字從頭到個頭，煩惱重複海南島吼，可能這一年吼，差不多1點外鐘，寫字已經小可不曉唱啊，就主動因都冇曉講卡，唔過只啊唱歌落去吼。應該用動作落去吼，寫字咧好就緊。嗰時上一條歌本身咪拿來教聲音嘅學，這樣下嘅一種教材咪。一說啦，有一點動作，而且動作越大哈，他小朋友的注意力就很好。你如果用慢慢教，他可能一下子就想要就睡着了。兩人愛經驗啦。像你這個本身對這樣合作安多努力吼，那對未來呢，你有乜個想法？我如果你這個想做乜個事情，好，然後可能問他個人，第一下，也許可能我哋啲觀眾朋友，第一人可能不一定是天數啊。我哋蠻是想講啊簡單，因為我一個講卡吼，我嘛唔係講手背吼，我唔曉講筋道，嘛手道物件我不講唔出來吼，所以我哋慢慢咧學。我因就按卡吼，佮講到佮較雜吼，天我嘛係佇咧，因為我發現講，我因就按嘅文化是頭我講嘅，頭太嘅特色是洋模特色啦。所以我嘛去高雄師範大學吼，咧讀研究所，我讀嘅是客家文化，其實就了解講，我因客人特別係我因就按卡吼，同樣子了解講，佫較特別嘅素材。也係我哋們做落去好嘅素材。你今日有請到來賓，我哋做完咧阿叔，而把伊退休嘅時間嚟推廣我哋咧做完客家話。嗰時我哋觀眾朋友有限嘅時間，馬來多接觸我哋做完客家話，還有去到我哋園林，落去我哋咧聊聊啊。我哋貴感謝我哋阿叔來到嚟現場同我分享做完客家話安多嘅事情。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暖貝議論組甲社里聊。休息一下哦，等下聽我哋欣賞來運動哦。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係永權，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今日先生我教我係訓練上半身嘅運動，有頸頸、肩條，還有腰骨上運動嘅，仲可以同下做哦。大人小人仲可以適合嚟做嘅運動，像放起來同先生同下做運動嘅哦。兩隻腳打開來。同嘅手表嘅嘅肩條，作為咧老人家嘅動作，老師看3、4，好，的前面撈。同嘅手合起來，打開，作為咧開展嘅運動。好，更加同嘅兩隻手壓起來。好。慢慢來定嘅做數，做片慢下去，做一個純神。
飞中间，好，弯片，慢慢的飞中间，好，更加同个手合上来，也是一，好，手把掌推出去，也是二，伸在上面3、4，放下来，看清楚了吗？再摆1、2、3、4，重新上通开做，肚子竖上来，舒服夹紧。1、2、3、4，好，更加你的手底你的切片，好，弯过去，弯片，加上脚，伸出，低脑背做延伸。手轻量绑出，脚跟有点低，脑背绑，手臀脚成一直线哦。慢慢的鼓来，跳拿慢慢的下去，都听来下，一节一节慢慢的往下去，再一节一节鼓来，两只手用的后背跳拿风，在前面，记得你的手要打开来哦。你的手把掌可以做施压力的动作。在上面看。你的做薯片，弯过去，手要打开来，莫变安尼哦，先打开来。再摆在前面。上面，左片，右片，慢慢的归中间，两只手打开来。
要做一个扭转，回中间，手要打侧，背normal要打侧，肚子要竖起来。加上鼓，伸侧，鼓下来，伸侧。平常喺路卡看电视都可以做下运动。好，慢慢的放在上面，好，在前面，照片。右片，还记得吗？能睇到，好有搞到1、2，送出去3，放喺最高，再放下来，好，再复习8、1。准备换动作，手打开来，顶嘅照片去做延伸，弯片。最中间，好变顺嘅剪条，后背捞，前面捞，松下，手一松一下，弯片。反翅骨要打开来，胸部要打开来哦。可能慢慢的要来做缓和的哦。吸气，调气，用只手柄的后背，在上面看一下，做一个延展。慢慢的下来，头的手泡泡干，下半的手那么安软，比血液循环更好啊！今日的运动你记得了吗？简单又好记哦，平常好都可以练习做，好好运动，下次再来聊。